台北市大同区赤峰街行中道车路出现一个2米宽、深度1米半的坑，这附近的店家一个住户是为着安全的关系，赶紧来撤离。台北市新工处表示讲，这样可能是这管线探过水沟壁，说是无人去查讲呢，这是虾米款的线，也这事故原因是搁爱搁调查，要让这个坑会先吞起来，避免发生意外。 台北市阁出现坑洞，即摆是伫大同区赤峰街的路面，挖中道有民众向警消报案，路面出现长大约2公尺、深大约1.5公尺的坑洞，也毋过因为附近挖着徛几家店家，也互附近店家捌暂停营业。多多少少会担心啦，因为他们有提到说是不是会担心到整个大楼的结构。那一开始是觉得还好，可是因为有发现说这一边的一些地面有一些稍微倾斜的状况，但是没有到很严重，所以他们说只要把这部分的那个灌浆补足的话，其实结构就会比较稳定一点。好佳在路边出现坑洞的时，并无人车经过，也毋过时间往前3早伫13，当地里长就发现路边凹落去，通报台北市民专线。90时中到有经过的民众也发现，赶紧报案。伫短10几分钟的时间，崩塌渐渐变做一个坑，佮渐渐扩大变成坑洞。 工程人员除了伫现场游防水线，也赶紧厘清敢是有管线破去。经过查证发现，原来是有不明管线穿过沟仔壁，才造成路面变成安尼。 水利处，好，然后还有台电经过的这个管沟的部分，好，然后包括卫工管线是不是有破损？好，那希望大家不要互踢皮球，变成他们可能比较便宜行事的做法，理论上是不应该去穿越沟底这样子的状况了哈。但是现在发现之后，他们就等于没有又没有管线去承认是谁去布设的。 目前新工处紧急派阿摩托车到现场进行吞捕作业，勘查附近回江挂下面涂骹底也有喷水情形。为了确保安全，当地里长紧急通报附近居民，敢是会当暂时撤离，确保安全。也毋过有偌济住户也是民众受影响，有关需要统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